記得陳奕迅是但求其愛裏邊嘅歌詞，你寵愛父母親，我為良憑憐憫，怎都算是個好人。係噶，我工作認真，為人友善，孝順父母。喺學校我係三好學生，喺職場上我係優秀員工，別人眼中嘅好好先生、優秀小姐。但係呢啲都唔代表你喺愛情裏邊就係一個100分嘅情人。當你同對方相處唔嚟唔夾，有啲嘢棘住，但係選擇繼續堅持落去，是但求其愛嘅時候，你已經成為咗一個壞人啦。若愛是但求終身，你問怕只怕求其終身被困，你寵愛父母親，我為良憑憐憫，怎都算是個好人。若愛是但求終身，我問要不要求其中，心中雙方理念多相同，卻不相容。